正囝，十正囝，准备叫你来打水，你敢要来遮落雨？啊！我说要。啊！你这无爸无母的十正囝，你！我说要。准备叫你来打水，你敢要来遮落雨？啊！你这无爸无母的十正囝，你！我说要你。有了是安怎？这无爸无母水中漂流的气啊！恁老爸无爱你，恁老母无爱你，你就是十正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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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正囝！玉清，你的老爸叫做德古，是山西太原的总兵。你还阁有一个姑庙，叫做德千金。当年被选入宫为秀丽。无偌久，钦差孙秀来报乡信，讲你的姑庙悲伤过度，调刀来自尽。后来，你的老爸就安尼时光退尽，回故乡西河关小阳川。黄河做水灾，恁一家被水冲散，你的阿爹心落，你的阿母，甲你的阿姊。就安尼行风不妙，为师叫你回山的时，你的身躯只有干那这只血结的鹩鸾鸯。那这只血结鹩鸾鸯，算起来是恁德家传家之宝，应该是有一对。你以后若下山要找你的亲人，就爱找有血结鹩鸾鸯的人，就是恁德家的亲人。做不响，风吹冲山天轮情，水弯流为边疆田，爱何自灭亲邻。相思，大海落接难觅亲。昨我年来无音信，深思难安也难眠。
神参见母后。二位凤梨，为什么无踮咧书房读书？母后，人先生讲哦，我辟地文章拢做啊真好，所以特别放阮半工假呢。是啊。我要离家的时阵，大嫂已经是有怀孕胎产，毋知是生查甫的，也是生查某。算起来，是比因两个大有几岁。可惜，我这个做姑庙的人，竟然咧毋知影大嫂生的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。母后，你哪伫咧伤心？是啊，母后，你又搁伫咧哭啊？安怎？恁两个又搁惹你的母后伫咧伤心啊？无啊，父王，无，父王，是母后伊。若无就好，则无恁的代志，带去御花园佚佗。是。王妃，父王明白，你又搁再伫咧想恁厝咯。王爷，离开故乡已经是10多年啊，音信全无，又毋知影母亲、大哥、大嫂，因现在是变成怎样？这你放心，国王已经有替你想一个真好的办法。你看，看这是什么物件？是鸳鸯的倒影。本王决定要派我亲信的赵成，带这幅的倒影到普天下，去找找一个身躯有带玉鸳鸯的人。相信真紧就会找到你得家的亲人啦。安怎？钱摕无着，毋甘怨心。无啦，毋是啦，我也在张中我啦。吼就是后说你去啦。啊，阮足羡慕你的功夫的咧。嘿啊，所以你即马规心要对你啊。要对，嘿啊。哼，因恁两个小查无资格。哼，无咯，我兄弟啊，早就去社规阵啊，我想要为国尽忠咧。啊，就是无人通砍规心要互你砍你咧。头家，哎，甲你买茶。好，来，谢谢哦，这烧哦，姑娘，你要做位？啊，我含你做伴免啊。
两位大爷，唔好阁滚笑啦！阮查某囝武功是真厉害，你毋是伊的对手啦。一个小小姑娘，你哪有啥物功夫啦？对啊，只不过是花拳绣腿。来，叫你拍，来拍，来拍只，按着拍落。那互你拍着，嘛是我的福气对啊！来哦，来拍讲诶，来哦，来哦，功夫介好，互你拍亲我买啊！来来，叫你拍，来哦，我先看介招呢。叫你拍讲诶，来哦，大大哥，你看阮两个啥款？大老大，安尼，本来会甲你斗阵啦吼。我大老大啊，你看阮两安尼会用的无？小弟啊，你讲你要离开京城，到底你是要偌久才当倒转来吗？哦，这无一定啦，无一定讲我爱3年嘛，无一定讲爱5年。因为若较紧的，无一定3个月、5个月我就会当倒转来。这哦，拢爱看运气啦。哎呀，你到底是要办什么代志嘛？你敢免去甲我讲心？这是讲这代志，甲你讲也无要紧。你看，这张图叫做结冤灵图。我即摆王爷的命令出来，就是要找一个身躯有早有这款结冤灵的人。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呢？啥物话？南清宫八贤王也为了一张结冤灵的图形，交会朝廷，要到处找到摕到结冤灵的人士。若真正讲会找到特解后代者，也会生当年本官陷害特解的代志，毋就暴露了。英雄，
刘成这人袂用的啦，你立刻告在万花楼，将伊处理掉。啊！你做得真好。我绝对袂泄露出去啊！要毋过，这是事关南清宫的娘娘非同小可，所以大娘，你抓我绝对袂讲出去的。大娘，你抓我，你相信我，大娘。我杨如花从来都毋相信过什么人。外口风遐尔大，那无叫伊内面休困一下。你上好诶，对笑，你更大。是讲三位拢有这么高深的武艺伫咧，咱会无爱找一个较好的出路？假使讲恁三位若是有意思者，颠簸大人甲我有真好的交情，我会当为恁三位来推荐。敢讲三位拢无这个意思是？有好的出身，哪会讲无愿意？是讲阮心也做还阁袂用的啦，因为阮两个吼要帮忙阮大兄去找亲情嘛。哦，恁得要阁找亲？是，我自细汉就甲我老母甲姐姐分散，我这厝下山是要来找找亲情，只好高就装助你的比喻咯。对啦，大哥，你讲自细汉就甲阮二表分开啊，你离开遮尔久，家孙也当着，你敢会认呢？我还阁有一只传家珠宝叫鸳鸯。你是毋是有看到叫鸳鸯？是毋是甲这大雄有共款？大人，小人本来是要甲借来看卖，验过伊的身躯边有跟随两个兄弟，对小人起了疑心，所以小人也怎准拄好。伊叫什么名？叫德清。清，原来是。怎样？你捌伊是？伊甲我是同门的孙啊，我就是因为伊，才叫师傅调出师门。但是我无了解伊情势，也无法度通确定，伊是毋是大人你所要找的人。当年德辉南清宫的时候，也拜托我送上的书信，要互伊的大兄，因为我甲伊老爸忧愁在先，所以我将迄个批信也反倒转来，讲德辉反梁自尽。所以这代志绝对袂用德家的人甲德辉见面，若无食。
枉费我当年一辈苦心啊！大人，不管狄青伊是毋是狄王妃所要找的人，既然伊身躯到入鸳鸯，咱宁可错杀100个，也袂用放走一个啦。子云，安尼这件代志就交代你去办，绝对袂用留甲一个外口。是。班长。原来是小妹说谎。大哥，恁拄则所讲的话，我拢总有听到。你就将迄个姓赵的交予小妹，我用个免费吹毛之力，就将迄个玉鸳鸯家得到手。三红，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，尤其你是一个查某人，你要怎样会当？大哥，你毋通袂记哩，小妹的功夫是无比恁查甫人较歹哦。只要你会当将狄青带到万花楼。